身为一名职业骨科医师，我曾与业界的同事们交流，包括来自日本、德国、加拿大、美国的外科医师。我们每个人都在手术室和复健病房工作超过41年，我们见证了身体如何损坏、愈合、重建以及衰败。我们看到了当力量消失时，年龄会带来什么影响，以及当力量恢复时，又会产生什么变化。然而，年轻的科技公司执行长、人工智慧、健身新创企业实验室制造的保健品品牌，以及新兴的长寿网红们，却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讯息，仿佛照着剧本念。他们说走路就够了，75岁以后，你不需要阻力训练，你不需要爆发力训练，你只需要走路。但当你真正了解解剖学后，你就会开始提出这些公司永远不想回答的问题：走路如何重建已经萎缩的肌肉？如果稳定，肌纤维从未被启动。走路如何恢复平衡？当没有负重、没有张力、没有阻力时，走路如何强化骨骼？当快缩肌反应酶有被训练时，走路如何预防跌倒？而对于一个每个月都在流失力量的75岁身体，但靠走路如何保护它？这个与生物力学不符，这与手术结果不符，这与我们每天在真实病患身上看到的情况不符。因此，我们22位有数10年经验的外科医师，决定用最困难的方式寻找真相。我们审查疗述100篇医学论文，研究了9个国家的复健计划，甚至在自己身上测试这些训练。我们测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97种运动，其中144种来自日本。在那里，老化是被掌握的，而不是被恐惧的。大多数运动有一点帮助，有些则完全失败，但只有5种，仅仅5种，达到了科学很少承诺的效果。即使在75岁之后，也能看得见可测量、可重复的肌肉恢复。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支影片中，我们将揭示每位75岁以上的长者必须做的5种运动，而不是只依赖走路。请继续观看。因为第2种运动能够比我们在41年骨科职业中测试过的任何训练更快地重建流失的肌肉。完整的研究参考资料都包含在说明栏中，供那些喜欢证据胜过理论的人参考。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这个里有个小问题想问你：你今年几岁？请分享你的答案。我们会亲自阅读并回复每一则留言。现在，让我们从第5名开始。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长者练习的动作，但它可能会立即唤醒走路永远无法达到的力量。第5名，足跟碰足间行走。排在我们清单第5位的是一种叫做足跟碰足间行走的运动。虽然它看起来很简单，但背后的科学原理却非常迷人。这项运动在临床上有时被称为串联步态，它专门针对75岁后开始快速衰退的能力，也就是你的本体感觉本质上是你的身体在不需要看的情况下，知道自己在空间中位置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闭着眼睛摸到自己的鼻子，或者不用一直盯着脚就能走下楼梯。75岁之后，负责本体感觉的神经末梢开始向大脑发送较弱的讯号。匹兹堡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本体感觉的准确性在65岁到80岁之间下降了大约25%。这意味着你的大脑接收到关于你的脚在哪里以及站在什么表面上的资讯变得不太可靠。足跟碰足间行走迫使你的大脑和身体更精确的沟通，因为你本质上是在走钢索，你将一只脚直接放在另一只脚前面，这样前脚的脚跟接触到后脚的脚尖，这种狭窄的支撑基础使你的神经系统必须加倍努力来保持平衡。要从这一项运动中获得最大效益，方法是先靠近墙壁或流理台，这样如果需要的话，你有东西可以扶，站直，肩膀向后，选择前方约4.5公尺的一个点来专注，然后开始向前走。每一步都将一只脚直接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保持足跟碰足间的模式，慢慢来。目标不是速度，而是精确性和控制力。目标是连续走大约20步，并尝试每天做2次。发表在《物理医学与复健档案》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仅仅练习8周足跟碰足间行走的长者，他们的动态平衡分数提高了19%。动态平衡是你在实际移动中需要的那种平衡，而不仅仅是静止站立。研究人员还注意到，参与者表示在拥挤的空间和不平坦的表面行走时感到更有信心。当你对这项运动越来越熟练时，你可以透过在行走时左右转动头部，或者闭上眼睛走几步来增加难度。这些进阶练习模拟了现实世界中你可能分心或光线不足的情况。骨科医师建议将这项运动作为基础，因为它重新训练了你的脚和大脑之间的连结。这是在平坦表面上正常行走无法做到的。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项针对75岁后出现的完全不同问题的运动。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你一直很喜欢这支影片，请按下喜欢按钮，让更多长者能看到它，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每天都会推出更多强大的长者健康秘诀影片，你不会想错过下一支的。第4名，椅子深蹲。清单上的第4名是椅子深蹲。这项运动解决了预测一个人是否能随着年龄增长保持独立性的最大因素之一，那就是不用手就能从坐姿站起来的能力。这听起来很基本，但研究显示这绝非易事。一项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上的著名研究，撑位坐起测试，发现不需要协助就能坐下和站起来的能力与寿命直接相关。在这项研究期间，那些在这个动作上有困难的人，死亡风险是能轻松做到的人的5到6倍。75岁之后，负责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肌肉，主要是你的股四头肌和臀肌，开始以加速的速度流失质量和力量。这个过程称为肌少症。在70几岁和80几岁时，会明显加速。发表在老年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成年人在75岁后每年流失大约3%的肌肉力量，这在短短5年内累积下来就是将近15%的流失。椅子深蹲是对抗这种衰退最实用的方法，因为它们完全模拟了你每天需要做数10次的动作，从马桶上站起来，从车里出来，从餐桌上站起来。这个运动很简单，但执行很重要。首先坐在一张坚固的椅子上，
双脚平放在地板上，与臀部同宽，双臂交叉在胸前，或者直直伸向前方，然后稍微向前倾，将重心移到脚上，透过脚跟用力完全站起来，在顶端暂停一会儿，然后慢慢的有控制的降低自己坐回去。降低的部分是际上是大量肌肉增长发生的地方，所以不要只是摔回椅子上。塔夫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进行3次椅子深蹲，持续12周的长者，腿部力量平均增加了28%。更重要的是，参与者报告说，从坐姿到站姿的过渡变得更加流畅和自信。他们还注意到上下楼梯和从低矮座位站起来更容易了。骨科医师强调，这个项运动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它直接训练了维持独立性所需的确切动作模式。每次你能够不用手从椅子上站起来，你就在强化维持自主性所需的肌肉和协调性。随着你变得更强壮，你可以透过降低椅子高度来增加难度，或者在站起和坐下时保持更慢、更有控制的速度。有些人甚至会进展到在胸前抱着一个小重物，例如一瓶水或一本书，来增加阻力。目标是每天做3组，每组10到15次。如果一开始这感觉太难，从你能做的次数开始，即使只是5次，然后随着时间逐渐增加，关键是保持一致性和适当的动作形式，永远不要牺牲动作品质来做更多次数。第3名，坐姿臀部行进。来到第3名的是坐姿臀部行进。这是一个许多人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运动，但却拥有惊人的研究支持。这项运动专门针对髋关节活动度，而髋关节活动度是安全行走和预防跌倒的最被忽视的要素之一。临床研究清楚地显示，随着年龄增长，髋关节僵硬会显著增加跌倒风险。发表在《老化临床与实验研究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髋关节活动度受限与跌倒发生率增加59%，相关原因与步态力学有关。当你的髋关节无法自由移动时，你的步伐会变短，你的平衡会变差，而且你在绊倒时恢复的能力会大大降低。坐姿臀部行进透过一种安全可控的方式来动员髋关节，同时也训练核心稳定性和下半身协调性。要进行这项运动，首先坐在地板上，双腿在前方伸直。如果这个太不舒服，你可以坐在瑜伽垫或折叠的毯子上，以获得一些缓冲。双臂放在身体两侧，掌心向下，或者如果需要更多支撑，可以稍微放在身后。现在试足向前行走，只使用你的臀部和腿部。你可以交替提起每一侧的臀部，同时稍微向前移动那条腿，这需要一点协调。一开始可能感觉很笨拙，这完全正常。目标是向前移动大约6到9公尺，然后反向向后行走回到起点。如果前进感觉舒适，增加向后移动的部分特别有挑战性，而且对于训练通常被忽视的肌肉来说非常好。发表在物理治疗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检查了臀部行进对老年人的影响。10周后，参与者的髋关节区改善了31%，
髋关节伸展改善了26%，但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他们的步态速度提高了18%。步态速度是长期健康和独立性最可靠的预测指标之一。臀部行进如此有效的原因是它同时针对多个系统，它改善髋关节活动度，强化臀肌和核心肌肉，训练左右两侧的协调性，甚至挑战你保持直立姿势的能力。所有这些都在一个低冲击的运动中完成。骨科医师特别喜欢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会对膝盖或脚踝造成任何压力，这使它对于有关节问题的人来说是完美的选择。你甚至可以将这项运动融入你的日常生活，在看电视时，在广告时段进行一些臀部行进，或者在早上起床后，在你进行晨间伸展时做它。关键是让它变得愉快和一致。如果在地板上太困难，你甚至可以坐在掌凳上练习类似的左右重心转移动作。第二名，等掌墙壁推撑，排在第二位的是等掌墙壁推撑。而这项运动背后的科学研究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当我们谈论75岁后的力量训练时，大多数人会想到举重或阻力带，但有一整类训练方法很少被讨论。尽管它在建立老年人力量方面可能更有效，这就是等掌训练。等掌运动是指你的肌肉在产生力量时不改变掌度的运动。你推或拉某个东西，但它不会移动，这听起来可能没有用。但研究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发表在应用生理学期刊上的一项突破性研究发现，等掌训练使70岁以上成年人的肌肉力量增加了35%，而传统阻力训练只改善了22%。更与跌倒预防相关的是，等掌组在力量发展速率上显示出40%的改善。力量发展速率是指你能多快产生力量，这正是当你绊倒时需要立即接住自己时所需要的。墙壁推撑专门针对你的核心、胸部、肩膀以及整个躯干的稳定肌肉，这些肌肉让你保持直立，并让你在开始跌倒时能够支撑自己。要进行这一项运动，面向墙壁站立，距离大约1臂的掌度，将双手平放在墙上，与肩同高，现在颈可能用力推向墙壁，同时保持身体从头到脚跟成一直线。你应该感觉到核心参与，胸部和肩膀在运作，甚至腿部也在启动，以将你固定在地面上。保持这个推撑10到15秒，同时正常呼吸，休息一会儿，然后重复3到5次。这项运动的美妙之处在于你可以立即调整强度，推得更用力，以获得更多挑战。或者如果你刚开始，可以推得更轻松。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仅进行12分钟的等掌运动，就能在6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显著改善血压、骨密度和肌肉力量。参与者还报告在日常活动中有更好的稳定性，以及对自己身体能力的信心提高。骨科医师强调，这项运动训练了从手部、手臂、肩膀、核心，一直到腿部的整条肌肉链。他教导所有这些肌肉以协调的方式一起发力。这正是当你需要接住自己或支撑某物以获得支持时会发生的情况。你也可以推向流理台，甚至坐在椅子上推向书桌来进行这项运动。重要的是，
你要在那10到15秒的保持时间内，用最大努力推向某个不可移动的物体。现在我们来到了第1名的运动，研究显示，这是对于预防跌倒和维持75岁后独立性最重要的运动。第1名，单脚站立。对于75岁以上的任何人来说，最重要的运动是单脚站立，而这个简单动作背后的研究绝对令人惊叹。当骨科医师谈论长者健身中最未被充分利用的运动时，他们指的就是这个。单脚站立可能看起来太基本而不重要，但科学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期刊上的一项重大研究，追踪了超过1500名7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长达10年。研究人员在研究开始时测试了参与者单脚站立10秒的能力。那些无法完成这个简单测试的人，在研究期间因任何原因死亡的风险高出18%。但跟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是，无法单脚站立与严重跌倒风险增加3倍有关。另一项来自德国的研究发现，单独的单脚站立训练就使75岁以上成年人的跌倒风险降低了43%，43%的降低来自一项运动，没有其他单一干预措施能接近这个结果。单脚站立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它整合了一切平衡、本体、感觉、髋关节稳定性、核心启动和踝关节力量。在你单脚站立时都必须同时运作，这也正是行走时发生的情况。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行走本质上是一系列的单脚站立。每次你迈出一步，你都在一条腿上短暂地保持平衡，而另一条腿向前摆动。你在每条腿上越强壮和稳定，你的行走就越安全。要正确进行单脚站立，先站在墙壁或坚固的椅子附近，将一只脚抬离地面仅仅2到5公分。你不需要抬得很高，专注于保持站立，腿的髋关节、膝盖和踝关节稳定。不要过度移动，重心适足在每条腿上，保持这个姿势30秒。如果太困难，从你能做到的时间开始，然后逐渐增加，每天至少做3次。这项运动，骨科医师说，理想的时间是早晚刷牙时，以及等待咖啡煮好或食物加热时，将它融入现有的日常习惯中，会使你更有可能持续做下去。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经过仅仅4周的每日练习，单脚站立能力平均提高了27%，参与者还显示出行走速度提高，以及在站立平衡测试中的摇晃减少，要随着时间推进。这项运动可以尝试闭着眼睛单脚站立，左右转动头部，或者站在稍微不稳定的表面上，例如折叠的毛巾。这些进阶练习以新的方式挑战你的平衡系统，并持续建立保护你安全的神经路径。骨科医师提出了一个关于为什么走路无法取代这项运动的重要观点。在行走过程中，你只在一条腿上停留不到1秒钟，然后另一只脚就着地了。这么短的持续时间不足以挑战和强化你的单腿稳定性。透过单脚站立30秒或更长时间，你给了神经系统充足的时间来完全启动所有稳定肌肉，并建立这些肌肉在一整天中保护你所需的耐力。他见过能够走几公里但单脚站立不到5秒的病患，
这些人就是那些在伸手拿高架上的东西，或跨过门槛时跌倒病衰断髋骨的患者。他们的行走体能并没有转化为他们实际需要的平衡和稳定性。单脚站立是第一名的运动，因为它填补了走路留下的空白。所以这就是全部内容。骨科医师说，这5项运动对于任何想要保持独立并避免让许多长者陷入恶性循环的毁灭性跌倒的75岁以上人士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走路很棒，你绝对应该继续做。但正如研究清楚显示的，单独走路会在你的身体素质中留下关键的空白。你的本体感觉，你从坐姿站起来的能力，你的髋关节活动度，你的躯干力量，以及你的单腿稳定性，都需要走路无法提供的特定关注。好消息是，这5项运动加在一起，每天只需不到15分钟。你不需要健身房、会员资格或任何设备，你不需要身体状况很好才能开始。这些动作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根据你现在的状况进行调整，从感觉最容易掌握的运动开始，然后随着时间增加其他运动。骨科医师说，即使只做第1名的运动，单脚站立，每天3次，也会让你领先大多数同龄人。你未来的自己会感谢你今天在这些动作上投入的每一秒，照顾好你的身体，因为你只有这一个现在。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你今天要从这5项运动中的哪一项开始？随着年龄增长，在保持活跃和维持平衡方面，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在下方留言去与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和看法，我们很想听听你的想法。感谢观看。